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喽！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康康。大家好，我是广西都市频道融媒体主播英子。大家好，现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广西都市频道2024融水苗族芦笙打童年飞驰传承在广西系列融媒直播。现在我和英子所在的地方是在咱们柳州融水县我们的白云乡枫木村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非常的热烈，天气也是超级好啊，像是老天爷都在为我们今天的活动鼓掌呐喊。没错，今天很多人啊都知道我们苗族打童年呢是一项流传于我们融水境内山区苗族村寨之中，它呢是一项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传统习俗，而且呢一般是在苗年或者是新春佳节举行的。今天我和英子非常荣幸来到了我们苗族打童年的现场而且我们还知道我们融水苗族芦笙打童年，它呢还在2016年入选了第6批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也体验到了打童年中的很多环节，比如说邀童年、迎童年、领童年和吃童年。没错。那我们打童年中还有2个环节是围童年和送童年，这2个环节呢，今天我们接下来会在直播间为大家一一呈现。哇，我到现在都还在回味中午的那一餐童年宴，真的太好吃了，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试一下。据我所知啊，我们好，现在芦笙响起，让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跟随着镜头来看一看大家的表演。
来，准备了，我们好就是送好准备好，准备一下，进家播。是觉得他们一些表演，就要讲一下。凤少鸣还有那个。好，关心，想不想好？我呀，因为路程协会呀，买起不起呀，特别想着。你先说是吧？ 3、2、1，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新春走基层多路记者联动，带你感受非遗之美。也欢迎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一起让亲朋好友感受非遗传承在广西。好，刚才呢我们的主播英子给大家介绍了中午我们吃了很多的美食，感受到了打童年中宴童年的热烈氛围。那下午呢，现场还会有很多精彩有趣的活动，跟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哎，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专家来给我们说道了。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融水苗族系列坡会传承人，同时也是芦笙协会的会长凤少鸣凤会长。哎，会长您好。大家好。哎，给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打一个招呼好不好？好的，大家好，新年好。新年好。那凤会长，我们苗语说大家好你好怎么说呢？木屋，大家屋。木屋，大家屋。哦，对，苗语，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用苗语跟大家再一次打个招呼。好的，木屋，大家好。凤会长想问您您作为我们的芦笙协会的会长，您觉得就是我们打童年活动中间的芦笙，刚才我们都听到了，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听到了，芦笙非常的响亮。那芦笙在我们打童年活动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呢？涌水的芦笙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所以这样的芦笙协会在涌水呢起到了非常重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芦笙协会每年都要到各场里打童年。今年我们到这里面开展了芦笙打童年。刚才我们童年场父母已经表演了他的节目，现在到芦笙协会来表演了。那我们继续来欣赏我们芦笙协会带来的表演，好不好？好，谢谢，好。大家看一看。站过来一点点，小伟到你啊，小伟到你。会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演出的环节？现在呢是夜场的三部曲，等下呢是传统的表演，最后是我们改良以后的芦笙广场舞的表演。所以现在这个相当于热场，是不是？对，相当于夜场。好，那我们接下来让我们摄像大哥回到位置。好，有请我们芦笙协会的副会长潘副会长，您好。潘会长您好，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彩堂舞是吗？对。它有什么样的顺序和讲究吗？有的，我先跟全国的广大网友朋友们打声招呼，好吗？尊敬的广大全国朋友们的网友们，大家新年好！我们好，拜个年好不好？跟大家拜年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现场观看我们涌水盛大的芦笙打童年活动。在现场是我们涌水最盛大的节日，是今年是芦笙打童年。今年的芦笙打童年呢，包括呢我们有芦笙彩堂舞、跳芦笙、吹芦笙、跳彩堂舞，还有呢我们这个芦笙展示、芦笙文化交流等等的系列活动。今天活动非常的丰富，欢迎广大全国的网友朋友来到我们现场观看。同时呢，在此我曾经特别邀请广大的全国网友，我们再过2天，我们还有16坡会、17坡会，特别呢是我们孟苗寨的19坡会，是我们涌水最盛大的坡会到时候呢，
朋友到我们涌水观看我们的苗族娱乐博物景。好，欢迎大家过来。好，谢谢我们的潘副会长，非常的热情啊！再一次代表我们潘副会长，欢迎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柳州，来到广西涌水观看我们，可以说呢，我们涌水是中国庐山大马文化之乡，也是呢全国节日最丰富的涌水苗族支线啊。我们涌水啊节日非常多啊，也欢迎广大的全国网友朋友到我们涌水体验我们民族文化，观光旅游，好吧？好，谢谢我们潘副会长。我刚才之前做功课啊，就听说我们柳州融水，它呢是百节之乡啊，节日经常有啊，载歌载舞非常热闹，欢迎大家来这儿穿非遗服饰，吃非遗美食，体验非遗的表演，是不是？来上一场高质量的非遗之旅，好不好？好，欢迎广大来了，体验一下我们涌水的非遗民族文化，好不好？潘会长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彩堂舞是吗？对，现在是翠庐山叫彩堂舞。彩堂舞的顺序啊，有什么样的讲究吗？彩堂舞的顺序呢是按照我们的习俗啊，我们呢是男翠庐山，女跳彩堂舞啊。我们怎么说呢？男小孩会走路就会翠庐山，芦笙一响，女孩的脚板就痒，就跳起我们庐山的彩堂舞啊。哎，我们潘会长形容的太生动了。好，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彩堂舞环节，好吧？我们彩堂舞大概会进行多久呢？我们彩堂舞呢，大概就是3分钟左右，也有6分钟的，也有半个小时的，都是结我们活动的时间来安排。那是不是这个场子越热烈，大家越兴奋，跳的就会越久？歌潮的时候就越久啊。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彩堂舞之后还有什么样的环节等着大家呢？待会呢，我们还有这个庐山文化交流庐山民族庐山文化交流啊，还有呢，我们在展示，还有跳这个庐山表演舞啊，然后呢，我们男女搭配啊，就跳庐山的话非常的热闹啊。好的，那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表演。那让我们摄像大哥，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详细的展示一下我们现在进行的彩堂舞环节，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进行的是广西都市频道2024蓉水苗族芦笙打童年飞鱼传承在广西系列融媒直播新春走基层多路记者联动，带你感受非遗之美的现场。好，因此我们再次给大家打个招呼吧，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我们刚刚进行的是我们打童年中芦笙彩堂的表演，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蓉水苗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局长周卫军周局长来到我们的身边，欢迎周局长，欢迎你。木屋，木屋，对，您说的是苗语吗？木屋的苗语就是你好的意思。哦，你好。好，我们也学到了2句地道的苗语啊。木屋，还有今天学到了阿支队，是我们打童年的意思，对吗？对的，对的，对的。周局长，我想请问您，您觉得现在的打童年和以往的打童年有哪些区别呢？最初的打童年呢，它只是苗族同胞村寨之间的一种交流和交往，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有效的促劳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几年呢，这个打童年呢，还把共建“一带一路”共建国也带入了，跟其他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共同谱写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看来我们打童年啊，范围是越来越大了，影响也是越来越广了。是的。那我们周局长，还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广大网友说吗？我们也欢迎世界各族朋友一起到我们苗寨吹芦笙打童年赶坡会。哎，好，谢谢周局长啊！我们全国各地的网友都收到了这份热情的邀请。好，谢谢您。好，谢谢。好，我们刚才进行的是打童年中的芦笙彩堂表演，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芦笙堂已经开始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的表演了。哎，刚刚我们因此向大家透露了还有什么样的环节来着？还有芦笙比响啊，芦笙比响。对，有我们，我看到现场有好多美丽的姑娘们，有我们的姑娘们跳舞吗？刚刚已经跳的那个彩堂舞，然后就是我们姑娘们和我们对围在一起给大家带来的。那我们今天下午刚刚大家看到的表演，就是打童年里面围童年的一个环节，完整的展示了。刚刚潘副会长也说了，就是每一个村的这个彩堂舞是各有特点的。然后他说这一个呢，主要就是芦笙配舞蹈。哦，芦笙配舞蹈，那岂不是视与听的双重享受，对不对？其实刚刚看他们跳舞啊，我觉得特别的快乐，也想下去跟他们一起围成圈，一起跳一下。哎，听你这么说，我感觉我笨拙的四肢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的冲动。好，那我们接下来是可以进去和我们漂亮的苗族姑娘们一起起舞，对吗？我们待会儿看一下他们会不会再跳起来，跳走的话我们就一起加入进他们。好，跟着我们一起走。
感受到我们今天天气非常的好，昨天呢，我们的编导姐姐可以把手机给我们吗？你看我们漂亮的苗族姐姐们都在拍照，我和英子也要拍。小朋友们，我们跟小朋友们拍。哇，妹妹们可以跟姐姐们一起拍照吗？我们拍一张照片好不好？好不好？你们穿的好漂亮呀！可以吗？哇，折叠屏。你们。好位手机啊，好位手机拍这边啊，自拍。什么意思啊？拍照。又来了，你们穿的服装都很好看。来，这后面可以拍到。来，我帮你们拍。好，来。还是顺光吧，逆光更好看，顺光。来，小王去我帮你们拍。我自己拍，我自己。来看镜头，3、2、1。看看。好，3、2、1，3、2、1，很好看，笑容很灿烂哦。我也要拍，帮我拍一张。稍等一下，我们先照一张啊。好，谢谢。刚刚跟小朋友们合照，他们真的太可爱了，然后穿着民族服饰，个个都非常的漂亮。今天的天气也很好。照片，看一下，拍照好看吗？好看。哇，今天天气很好，所以拍出来的色彩也非常的苗族的小妹妹，看在这里，好可爱哦。大屏看会更加方便一点，然后拍的这个视角更宽广。这就是他们的芦笙柱了。对。你看我妹妹多会找镜头，太可爱了，还比个耶。
好，我们的编导姐姐。龚会长，待会儿我们是什么活动啊？下面即将进行的是爱心捐赠仪式。它是这样的，到一个地方打童年，我们呢，大家都为这个地方啊献些爱心，是这样。下面准备举行的都是这么个环节。这个环节结束以后啊，那都是2个村的童年搞那个庐山交流，有人交流，也都是广场舞的表演。庐山广场舞的表演啊，那晚上呢，那都是2个村的联欢晚会，还有苗歌演唱会。那个芦笙比响呢？也是一下子就搞了。我等会儿就开始了。对，广场舞表演以后，芦笙比响我们就搞了，同时都在这里进行。那我们很想看到这个芦笙比响啊，希望好的，感受到这个芦笙的这个氛围。涌水叫芦笙比响啊，也可以说吧，应该，但是人家看这春操，我们这里还是很深操了。我们上一期在我们孟苗在那里搞啊，200多的芦笙，200多个芦笙堂在那里比响，比了1个星期啊，才能结束啊，是吧？1个星期才结束啊，是这样，在涌水的这一点还是可以的，好。好，等会儿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啊。好的。您先忙。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苗族芦笙打童年啊，芦笙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2个村寨之间呢，通过打童年仪式相聚到一起，通过吹芦笙、跳彩堂舞、同桌吃饭喝酒、拉家常、扯农事儿，达到相互交流沟通，然后就可以促进村寨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同时，这个过程也让他们非常的欢乐啊。还有我们的芦笙，今天呢，我们的网友在直播间里也看到了啊，我们芦笙队的队员们拿出了大大小小不同的大中小3种芦笙。那一堂芦笙队也就是一支芦笙队，它就是由小中大芦笙组成的，往往是由男子来吹奏，有迎宾曲、送客曲、介路曲和欢庆曲等。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啊，大家听到最多的就是迎宾曲了。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做妹。苗族做妹是苗族青年以择偶为主要目的的传统的自由社交活动形式，各地呢都有不同的说法。广西蓉水叫做妹或走寨。在这类社交活动中呢，青年男女可以3、5成群的，或者单独的、公开的或悄悄的对歌和交谈。以对歌的形式谈恋爱是苗族婚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富于民族色彩的风俗。我们今天下午举行的环节就是打童年中的围童年。围童年呢，就是主寨芦笙队在芦笙头的带领下，吹起芦笙童年曲围童年，绕着客寨芦塘绕3圈。这个就是打童年活动中最重要的围童年仪式了。那这个仪式一经举行，就说明2寨的童年关系是正式确定下来了。再次一个宣布，2月20日的这个以永山前芦笙节牌开展到目前为止一个月230个月，当来这公司里要许3之前啊，我看资料文献说到打童年那天呢，苗族少女身着华丽的苗族服饰，随着青年们激昂的芦笙起舞，就像山涧流淌的清泉，就像翩翩起舞的彩蝶。今天一见啊，真的是果然如此，百闻不如亲见。那刚才给大家带来了彩堂舞的表演。
彩堂舞呢，它有一些非常美丽的描述，比如说不曾粉黛的28妙龄，都是我们10几岁的妙龄少女，在迷彩衬衣的绣衣的衬托下呢，是佩戴于头，身上重达10几斤的精工细作、熠熠生辉的银帽、银簪、银项圈、挂牌、银手镯等等的饰物。那随走动呢，就可以听到叮叮作响的美妙声响这样看来，我们的美妙少女们就像仙子下凡，龙女遨游，她们是各自凝聚着自己心里美好的夙愿，含情脉脉，款款而来。今天呢，我们网友也看到我们直播间里我们的苗族少男少女们穿着盛装，他们的盛装叫做白鸟衣。传统白鸟衣的主要材料就有土黑亮布、土珍珠、5色绣花帕和白色鸟羽绒了。白鸟衣呢分男装、女装，男装有上衣、背心儿、头巾、腰带和绑腿；女装呢有上衣、披肩、腰带、飘带、百褶裙和腿套。那服饰上有刺绣、蜡染、织锦等等的工艺，还有就是佩戴的银饰，它们一起都承载了苗族重要的文化符号。祝愿把风物川、风物滩各行市内兴旺发达。祝愿把风物川男女老少健健康康、幸福平安。祝愿把乡村振兴，赶快振兴向好吃端头然后呢，把大海里我们来安排非常的嗨我哋大家非常的快我哋仔非常的優，我哋女非常的優安尼講就大家喺做啲喺度請唔上前去去跟住乜跟住彩堂舞，一对不施粉黛的28妙龄，在迷彩绣衣衬托下，佩戴于头身之上，重达10几斤，精工细作、熠熠生辉的银帽、银簪、银项链、挂牌、银手镯等饰物，随走动而叮叮作响，使他们个个宛如仙子下凡，龙女遨游。他们各自凝聚着心头的美好夙愿，含情脉脉，款款而来。昨天呢，我们踏入白云乡枫木村枫木屯，因为下点小雨空气中迎面扑来的是一种熟悉的潮湿味，还有一股淡淡的食物清香，让人就好像回到了儿时的山野，那随着脚步的移动，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非常鲜艳的广场，在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下午给大家带来的表演，就是要迎接传统节日泼会。泼会是什么呢？苗族系列泼会群是龙水苗族人民在春节期间举行祭祀祖先、驱邪祈福、庆祝丰收、鼓舞斗志、传承技艺、展示服饰、交流感情的盛大的民族节日。那2006年苗族系列泼会群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也是我们广西视频的非遗传承在广
西，带大家来到我们的龙水苗族白云乡的初衷，希望给大家带来一场非遗的盛宴。大家好，我叫美玲然后我是我们本村的就是本地的。你是主寨的？对，主寨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边。妹妹，你是00后吗？对，我02年的。02年的，你参加我们的打童年几年了呀？我们几乎每年都会有这个活动，对，每年基本上是童年从小就看。对。我看你们的服装都很好看，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今天穿的这一身衣服？这一套衣服都是我妈妈他们做的。哦，是自己做的。对，这些服装都是自己做的。漂亮。对，然后拿去把它拼接，再去缝这些。哦，苗绣。对，就是苗绣，就是自己亲手缝。亲手缝出来的苗绣。是的。可以摸到它的纹路。对。这些有什么就是这些图文有什么样的寓意吗？我好像也不太清楚。是妈妈做的。对，是妈妈做的，就是他们亲手缝的。是2姐妹。算是2姐妹。对，但是这个大的盛大的节日你们才会。对呀，就是盛大的节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对，平时的话都不会穿这些的，就是重大的节日的时候我们会穿这隆重一点。好，那我们妹妹给大家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分别展示一下自己佩戴的我们饰品或者是衣服具体叫什么，好吗？我们从我们的头饰开始，好不好？我也不太清楚，其实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我也不懂怎么说。那我们衣服我看到是有一个相对外面外套是吗？是裙子，然后而且我看到我们当地的苗族的少男少女都穿了绑腿是吗？对，是的。那绑腿也是由我们自己亲手制作的，对，很多这种是自己亲手制作的，也是自己缝的。对，然后这个也是，就是一针一线织上去的，都是织的。这是一针一线织上去的。一针一线织的。那具体这块布叫什么布呢？我不太会。那我们问一下阿姨好不好？阿姨，我们这种布具体叫什么布？好了。叫什么布呢？阿姨可能也不知道，但是这种就是我们代代流传下来的纺织的技艺，对不对？他们的裙子也很好看，是百褶裙。展示一下可以吗？来，它也类似百褶裙一样的。像百褶裙的，对，就是百褶裙来着。其实它是一条长长的裙子，然后把它围起来的。对，就是围在你身上的。然后做这个我们转圈。对，是的。还有绑腿。对。今天怎么没有穿白鸟衣？谢谢妹妹。我们这里这是我们就是本村的特色的服装。这是你们村特色的服装是这样子的。对。有绑腿，然后是短裙。对，就是这样一整套的这种裙子，就像你们这样穿的白鸟衣。对，这是你们村的特色。是的，你也可以穿一下我们的，我们也有衣服给你穿的。好啊，我觉得你们这一身好好看哦。是啊，而且配色也很好看。对。非常的高姐妹装，一个肩膀都是一样的。妈妈做这一套服装要做多久？做一件衣服它就是做这2个袖子的话都要1年了，因为它是对，它不是它是抽空来这的，它是抽空来把它缝起来的。对。那像我们这样的白鸟衣做一套，或者是说我们妹妹们大概多久就会有一套新的白鸟衣来穿到身上呢？每年一套吧。对，每年都有一套。岂不是现在囤了一柜子的非常漂亮的白鸟衣？每年都有一套新衣服。几乎一般都会有一件新衣服的，其他的话你可能久不久会换一套的，但是柜子里面都是新衣服，都是妈妈他们缝制的。好羡慕啊！现在是
是准备要进行芦笙广场舞了，是吗？应该是。好，我们去现场看一下。谢谢你们，真的好漂亮，这个服装。好的，欢迎我们到哪里？到枫木，欢迎你们到枫木村来。我们也向全国的网友们发出邀请啊，欢迎大家来到涌水枫木村枫木团，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打头年活动，参加我们的播会。对。好，欢迎大家。好，我们去现场看看我们的芦笙堂现在在做什么，好不好？好，谢谢你们。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可以看到啊，我们苗族儿女们啊穿着非常隆重的衣服，这样的衣服呢叫做百鸟衣，也叫做芦笙服，有男装有女装，是参与泼会活动的芦笙队员必备的节日盛装，同时他们也是苗族婚礼的嫁衣。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看到了啊，在我们芦笙堂即将举行的活动项目是拔河比赛。可以看到我们粗粗的拔河绳已经放到我们芦笙堂的中间了，现在进行赛前的准备工作。怎么样，英子？中学总拔过河吧，对不对？小学、中学都拔过啊，大学没有拔过是吗？大学失语了英子，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拔河的一个心情吗？就是使出吃奶的劲了，而且拔河是有技巧的大家要统一口号，然后身子往后仰，脚步好像是要错着站，我已经不太记得清楚了。待会儿看一下他们有没有这种拔河的技巧，看看他们有没有赛前经过周密的练习都说这个练家子我们一看就懂了，是不是？可以看到，现在我们中间已经有我们的村民开始丈量我们的拔河绳子了，是不是啊？两边长度是不是要留的一样长，这样才公平，对吧？哪边？英子，我记得我小时候拔河，因为小的时候我体重比较胖，所以一般是在后面最后那一个，也不是最后那一个了，就是在后面压阵的选手。这个时候呢特别重要，越后面的选手越重要。所以我给你提出一个提问，就是拔河比赛中，体重占优势还是技巧占优势？你选哪个？我选技巧。那我选体重，毕竟咱是体重选手，对不对？可以看到我们画线了画线了，中间的红绳就是绳子的终点，是不是？第一场是女童年上阵吗？我看到已经有我们阿姐们站在了线两旁了。阿姐们也可能是啦啦队员，是不是？都说男女搭配，拔河不累。那我们有了阿姐们的呐喊助威，阿姐们的鼓励我们阿哥们就更有力气了，对不对？网站潘会长，我们
鲁生协会副会长潘会长又来了，潘会长给我们大家讲一讲。这样吧，我们现在进行呢我们这个友谊的这个拔河比赛。拔比赛呢，我们男女混合来拔河，体现到呢我们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啊，是男女平等的这么一个地位啊，没有一些是封建思想的那种。我们现在呢是男女平等，进行这个拔河比赛的环节啊。那潘会长，我们拔河比赛是我们今天下午为童年环节中最后的一个项目最后一个环节是交流的环节，是最后一个。待会儿呢，拔河比赛结束了，我们是进行了我们叫吃童年饭继续宴童年，宴童宴吃童年饭，童年宴童年宴呢是非常的丰盛希望呢我们广大的全国网友朋友来到我们苗家里面，体验到我们这个比较生态的绿色的食品。那潘会长，我们也非常期待一会儿的比赛。您今天作为客寨的代表，对不对？对。客寨的代表，您觉得是客寨赢还是主寨赢呢？我来挑战了，挑战就来了。这个我们可以期待吧，好吧？期待我们期待一下。客寨哪边是主寨？我们是在我们左手边的是我们的主寨在我们右手边的是我们卢生住的是客寨。客寨好，现在已经正在期待当中好，我们期待一幕吧，好吧？好，拭目以待。拭目以待吧。谢谢潘会长，我们英子，我们赶快加入到啦啦队中，好不好？我们近距离观看比赛。英子，既然今天我是主寨的，我是主寨的主持人，你作为客寨的主持人，那我们俩就各自为主客寨来加油鼓劲，好不好？好的。好，康康英子 PK 了，有没有挑事儿的再次出现啊？好，那英子，你看我们俩光顾着采访，绝佳的位置都没站到最好的位置。这现场真的是太热闹了。大家不要激动呀，准备啊！我刚听懂了一句桂柳话哨子三声响主寨加油，风村加油，风村加油！英子不许喊，风村加油，风村加油！你看我们的中间的侯先生已经偏向了枫木村，枫木村加油！10米，偏了10米，枫木村加油！好像很听进去了，好像又是慢慢的偏加油，加油！好，来禁止英子，英子不许喊加油，还要用刚刚学会的桂柳话来喊，加油！婴儿加油！婴儿加油！我们是不是快赢了？刚刚来回了这么几个，看，主寨赢了，好，但是大家也很开心，对，不要难过，我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增进友情的一个方式嘛。对，你看大家我们现场主寨、客寨双方通过拔河比赛这样的方式，通过力量的较量再次把大家的感情、大家的这个心愿拧成了一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比赛结束后，我们主寨、客寨的朋友们相互抱在了一起太开心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说实在的，脱离了，也不是说脱离了，就是我们毕业了之后成长了、成年了，
再能亲自下场去拔河，甚至像我们俩一样在旁边为自己支持的队伍去加油、去呐喊，都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事情，都是十分让人难忘的经历。哦，还有一场哦，交换场地了，交换场地了，还有一场3盘2胜。第一局比完了，体力都会有一些下降的，就看我们第二局能不能坚持住，真的就是技术了。其实刚刚也拉锯了这么几个回合，势均力敌，就最后差了一点点。你的冤电，我听懂了。好，哎，你的加油语言准备好了吗？我来教你一下。好，教我一下。加油！加油！你的准不准？是刚才的姐姐教我的，我觉得没有学了10成像，5成总是有的吧。可能刚刚就是因为你用对了话给他们加油，所以赢了啊。调整了一下站位。哎，我们的队员是不是也换了一些人呢？阿姐刚刚是比赛了啊？你刚刚参加比赛了吗？我参加比赛了哦，我们换了一轮队员。哎，我看到了我们很熟悉的姐姐，来，我们的摄像哥哥跟着我们熟悉的姐姐在这里。姐姐加油！加油！哎，这是我们主寨的姐姐。哎，什么姐姐？来姐。哇，然后1、2，加油，是不是？好，我们一会儿一起为我们主寨为来姐加油，好不好？哇，加油！压倒性的胜利啊！好，我们主寨客寨1比1啊，我们打平了。来，再看一看，还赢了，压倒性的胜利，我们这下1比0打平了，有没有？真的是，我听到说双方再战最后一次啊。好，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这期要交换场地吗？哦，他们调整了一个战略。好，你看，我们主寨开始调整战略了，是不是？年轻的小伙子放到了前面。哦，现在是在选场地，现在是在做什么呀？拔河，那这我们的代表。这是抽场地。抽场。加进来。通过比赛用是啊。哎呦，它还不是简单的，不是简单的石头剪刀布，它是要算单双输的。好，我们场地已经抽出来了，第3场准备开始，还是选择了那边，看来觉得是个福地。来，我们继续为奶姐加油，好不好？来，跟着我。过来，来姐，加油！来姐，加油！厉害！为什么我说普通话，奶姐说普通话？继续吧。这是加油的主题。教练，场外指导。什么？哪有？哪有？这个准备好，你的简单的干着。像这样的活动，多巴胺狂飙呀！我们快
子是不是狂飙？虽然当下啊我们很较真，是不是啊？很用力啊，有对抗性，但是带来的快乐也是成倍叠加，有没有？来姐，来，跟我们说说话。我不说话哦，我出汗完了。有没有好开心啊？好开心啊！要好辛苦啊！拔河累了啊！第几次参加拔河比赛啊？我自从当妈妈以来，我每次都是参加3·8妇女节，我们都参加。是啊。今天刚上午见了你漂亮的妹妹，没有想到你就当妈妈了。我已经老了。每一年的3·8妇女节都去参加拔河比赛啊。来姐看来是我们的实力。是哦，但是还是没有，那我实力都赢不了泳水。我们肯定是打童年打得住，我们感情是啊，比赛有没有？那今天通过这样的拔河比赛，来姐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想？觉得我们客栈的客人怎么样？哇！我们的平时带上了，来姐更漂亮了。漂亮。觉得我们今天客栈客人表现怎么样？他们表现得很好，很热情哦。我们怎么说呢？我不会说。虽然这个来姐有点害羞，但是这就是我们苗族妹子最淳朴、最善良的情感。谢谢。希望我们丰武村和我们今天客栈的客人们感情越拔越好，好不好？好的，谢谢。好，谢谢。好。你们是双子。我们小红太快了，客人的跟不上，两家的客人都在加价，为了服我们的游客，服我们的。哎，英子，你听我的嗓子，刚刚加油，非常的激动啊！哎呀，我们今天下午呢，带大家看了我们打童年中为童年里面的好几个小的项目，包括芦笙彩堂，包括我们的还有我们的芦笙广场舞，最后是我们拔河比赛啊，把整个为童年这个环节气氛推向了高潮，有没有？哎，你刚才看完拔河比赛，心情怎么样？还是很激动的，然后我发现就是不管是输和赢，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哎，那激动过后，这个高兴的心情过后，这个肚子有没有感觉饿了呢？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去到主寨童年家里面去吃童年了。哎，对，也是我们打童年中一个重要的环节。那今天童年饭宴童年。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蓉水芦笙打童年的直播。接下来25号、26号和28号，我们会在广西都市频道给大家带来当地丰富多彩的非遗民俗活动。哎，没错，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广西都市频道的直播。预告一下啊，在今晚的8点半，我们还会在直播间里面看到我们蓉水苗族芦笙打童年的文艺晚会，非常的好看，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间。而且小小的卖一个关子，今天晚上的10点，我将参加一个让我又好奇又期待的活动，叫做做妹。哎，你知道做妹是什么样的活动吗？那我们今晚直播间不见不散，拜拜。